Hello， 大家好，我係 Leo 啊。大家都知道啦，近幾年中山嘅樓市嘅波動幅度咧係比較大嘅，亦都衍生多非常多嘅廣告咧，話中山某某某樓盤降價20%甚至30%。咁樣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咧，我哋應該點樣去選擇樓盤去甄別佢呢？其實我咧個人就總結咗一個公式，可以非常適用於點樣甄別呢一啲樓盤嘅。今日咧，我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第一個咧，再平都唔可以買地段差嘅樓盤。你要知道，中山有8個區同埋15個鎮，我哋嘅市政配套規劃啦，同埋招商嘅環境係有限嘅。就算我一個中山嘅本地人嚟講啊，佢每一個區域嘅配套同埋資源，我都一期節目都唔一定講得晒俾你。所以你買錯區域嘅話咧，肯定要罰企幾年㗎啦。第二點係乜嘢咧？就係一定要買1000尺以上嘅單位，即係100平嘅產品。呢2年4.0嘅住宅嘅出現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地產嘅轉折點啦。大家都喺度細房換大房，大房咧就換得房率高嘅樓盤。以前樓價貴就谷住你買細單位細面積，依家樓價平、利息低、細戶型嘅庫存二手房，你知唔知道已經超過咗中山整個二手房嘅70%啦？咁呢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其實已經決定咗你未來買嘅樓到底賣唔賣得翻出去嘅。咁第三個係咩嘢咧？呢個好重要。第一個一定要買已經歷史降價20% 嘅樓盤，而且係鎖成貨量唔多嘅樓盤。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預言唔到房產會唔會升值，但係喺你埋單嘅嗰一刻，你係永遠比1期、2期嘅買家買得平㗎。好啦，咁我哋有冇一個樓盤可以做得到完美契合呢個公式嘅呢？我今日真係幫你揾到呢個中山博愛路嘅豪宅標杆遠洋新天地。首先呢，呢個項目位於中山博愛路，佢呢個位置咧係中山1流嘅地段嚟嘅。佢個位置點解咁講呢？係因為佢喺中山 GDP 常年霸榜第1名嘅火炬開發區，同埋中山核心區域主城區嘅交匯處，緊鄰主幹道博愛路，5分鐘就可以去到3個大型嘅商業體 ，Coco City、富日城、遠洋大信，而金融4大行、醫療3甲醫院都係同樣方便接近嘅。咁如果你有通勤返香港嘅話咧，選擇就非常多㗎啦。馬路對面就有深中巴士，18蚊就可以即刻到深圳地鐵站，或者係香港嘅直通巴士都係每日發車嘅。咁如果你有飛行需求嘅話咧，呢個小區佢仲有埋候機樓已經開通咗㗎啦。深圳、珠海、廣州機場都係快速直達嘅。咁我哋依家咧就入到嚟園林呢一個位置啦。值得一提嘅係呢個樓盤咧係獲得咗地產界嘅奧斯卡獎項嘅。尖天酋獎係我哋呢個小區嘅園林同埋佢嘅樓宇嘅建築體嚟嘅獲獎嘅主體嘅，亦都見到啦，呢度係唔少嘅名貴嘅樹木同埋綠化嘅佈局，所以點解佢可以成為呢一個博愛路上嘅豪宅標杆？唔單止樓，園林亦都係你生活一個好重要嘅板塊嚟嘅。再 call back 翻咧，呢個小區一共係有25棟嘅樓宇，分1998戶去分2期開發嘅。而依家嘅在售單位咧有23、24棟嘅細面積嘅單位，同埋25棟我哋係全新加推。之前嘅產品咧最少都要15000一個平方啦，而25棟嘅特價單位最後最少嘅話咧，僅需要11000唔到出頭。所以我哋買樓嘅話，一定要買降價嘅單位，而且係最後一棟嘅單位。點解咁講呢？係因為官方嘅降價嘅可能已經冇啦。好啦，依家我哋一齊去睇下127平方嘅4葉草單位，同埋142平方嘅5房單位。OK， 我哋終於嚟到咗呢一個遠洋新天地最新推出嘅142平方呢個單位。點解我先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係因為我哋先睇下呢度嘅景觀，後有靠山，前面又有噴泉，呢個環境、呢個景觀、呢個 view 係真係非常靚嘅。同埋呢142平方入到嚟，見到我哋呢個位置呢。點解咁多嘅朋友會去選擇佢？係因為最近嘅4.0嘅版本其實好多佢都需要300萬啊，或者係400萬嘅銀碼先可以買得到。但我哋呢個142平方加上我哋嘅特價嘅話咧，加埋可能係200萬左右都唔使嘅。咁我哋留意翻整個戶型佢嘅設計咧係非常之實用嘅，同埋可改動性嘅空間係非常大嘅。因為佢呢度係做到咗5個房間嘅房型，咁好似入門口左手邊嘅呢一個啦。呢一個山景區域啊，直接做一個茶室咁樣嘅位啊，同埋我哋一個右手邊啊，可以做自己嘅一個儲藏室啊，或者係一個盲盒櫃啊，都係非常之靚嘅，可以做得到。咁過到嚟我哋呢一個客廳，點解咁多朋友會選擇買大唔買細？
就係因為橫聽可遇不可求，已經係好難講噶啦。而且我哋橫聽仲可以做到主陽台同埋啱先嘅山景茶房，做到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設計嘅。所以呢個戶型呢，我覺得係近年嚟中山整個博愛路上最完美嗰個樓盤。我移步到呢一個主陽台，佢已經係做咗一個推進嘅一個設計啦。佢仲可以望到我哋整體嘅園林樓王嘅一個景觀。所以話戶型嚟講，喺整個中山攞地全部都係4.0，但係佢嘅價格都係4.0。所以點解我會主要推進呢一個房呢？我哋攝影師先去攞一下入邊嘅房間嘅情況。咁有5個房間嘅嗰個設計啦，而且係3個衞生間嘅，2個套間嘅一個設計。無論係多家庭使用，淨係小朋友已經大個咗，呢個戶型都係完美可以匹配到俾你嘅。而我哋嘅主人房呢個位置亦都係一個套間，咁見到啦，我哋嘅陽台景觀都係享受主陽台一樣嘅樓王景觀。呢套單位25棟，亦都係整個遠洋新天地最後一棟。我啱先講過，唔怕沉氣再講一次，就係佢已經冇官方降價嘅可能，但係佢已經降咗成4000蚊啦。呢個樓盤值唔值得買？你自己去諗下啦。好啦，如果你覺得啱先嗰個142平方嘅大咗嘅話咧，不妨嚟睇下呢一個127平方嘅4葉草戶型。唔係，其實佢係5葉草。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嘅得房率好高，入門嘅左手邊你可以做一個吧台啊、入戶花園啊、沖下咖啡，非常靚嘅。咁佢喺咁樣大嘅客廳下邊咧，我嘅左右手兩邊都係有2個房間嘅，一共咧係有5個房間咁樣嘅一個設計啦。我哋嘅主景觀咧，啱先已經睇過啦，所以咧佢都係望住我哋嘅同樣嘅園景樓王景觀。而我哋呢一個露台咧，足足係有成8米長嘅，同埋佢嘅闊度咧，目測都有成2米噶啦。所以佢可延伸性咧係非常高嘅。呢個單位就適合可能3口啊4口人一齊去住啦。咁我哋再睇翻佢嘅一個裝修嘅品質，因為佢呢間房咧係一個交付狀態下嘅標準，入門咧係一個子母門啦，同埋我哋嘅電視嘅背飾板都係幫你做好咗紋理，同埋呢一個背景牆上去嘅。我哋再留意翻上面天花呢個位置，我哋亦都係配備咗中央嘅空調同埋戶型嘅一個設計俾大家。咁我哋再去睇一睇房間入邊嘅情況啦。可以見到啱先剝到嘅地方咧，飄窗位全部都係已經幫你拆好先會交俾你嘅，你係唔使擔心呢個空間浪費嘅一個問題啦。呢個都係一個套間。再過到嚟咧，其實我覺得咧呢個房咧都係非常有景觀，非常有意思嘅，因為佢主陽台連埋之後咧，佢隔離亦都有一個工位去做一個半套間咁樣嘅一個風格啦。咁呢層樓呢個單位嘅話咧，就適合低預算少少嘅朋友。127平方嘅話，佢大概嘅首期咧只需要20萬左右就已經搞得掂啦。如果係差唔得多嘅話咧，我呢邊都可以私人回贈到俾你，或者係送啲家私家電嘅電器俾你，去幫你購買呢層靚嘅單位嘅。好啦，咁睇完呢2個戶型嘅話咧，相信大家都已經有心水嘅單位啦。咁如果都係覺得呢2個單位比較大嘅話咧，其實我哋23、24棟咧，仲有一啲細嘅單位可以俾大家去買嘅。咁佢嘅首期咧更加係低到15萬左右就已經 OK 㗎啦。咁如果你中意呢個單位，中意呢個項目，想要用呢一套公式去執樓嘅話咧，記得過嚟中山灣區喺呢度買樓揾 Leo，我哋中山見，拜拜。